咱邊畫面當中看到的是一款號做迷鳥彩旋的珍貴彩色鹿角，頂一日是捌出現佇咧宜蘭城，真濟人去翕相。即陣閣有11隻出現佇咧桃園大園的農地。不過，就提醒講有興趣要去看、要去翕相的觀眾朋友，就要守規矩，莫去打擾農民辛苦的心血，嘛莫烏白停車，就要尊重當地居民的生活。佇日頭骹有金屬色水的鳥仔毛，有長閣彎的尖喙，愛佇淺水中來找食。這是迷鳥彩旋。過去較定佇中南部有當時會出現，那出現佇北部是較罕見。即擺出現佇桃園大園農地，也一擺出現11隻，互鳥仔界真轟動。怎麼會這麼多人跑來拍啊？哦，因為這很少見，這個以前叫做迷鳥，就是迷途的鳥。它遷徙的時候偏了，所以才會跑到台灣來。它的羽毛陽光下會有金屬光澤。這個出現在桃園這裡很難得。好幾年來這麼多是第一次，像南部也都2隻3隻嘛，那今年就突然就10幾隻這樣子，大家都覺得很驚喜。彩旋的各種姿態吸引翕鳥仔人的鏡頭，田邊小小的道路，毋但吸引欣賞鳥仔人，也停滿車，也有一寡翕鳥仔人，攏佇私有農地去踏着人的農作物，造成當地居民的困擾甲不滿。田埂、菜園盡量不要跟人家踏到，還有那個路邊停車的時候要注意到路口，不要擋到人家的轉彎處。桃園市野鳥協會呼籲去翕相的鳥友，毋通烏白去踏人的菜花甲菜園，參烏白停車，也提醒鳥友甲野鳥保持適當的距離，以欣賞代替干擾，互遠遠來到遮的野生動物會當好好休困，養足精神，繼續因跨過海洋的長途旅行。記者綜合報道。